大家好啊，我係 Coco 啊，今日咧就要介紹一個做背脊肌肉嘅動作俾大家嘅斜方肌同埋菱形肌啊。等我介紹下，兩隻腳分開，企直個人，唔好放鬆核心肌群，眼望正前方，兩隻手舉高喺耳仔左右兩邊，橡筋帶向橫輕輕拉一下，有阻力啦，跟住曲手踭落嚟。橡筋帶去到膊頭嘅位置就 OK 啦，推返佢上去就放鬆，然之後重複做。腳力冇咁好嘅朋友仔呢，可以坐喺度做，坐一半張凳，隻腳就90度踩地下。運動初哥呢，做12下為止一組，有啲經驗嘅朋友仔可以慢慢加上去，加到20下為止一組都可以㗎，由兩組慢慢加上去，可以去到3組、4組都可以。希望呢個動作你喜歡啦〜